那时候的心境哦，真的，我们没有办法再去形容那个一辈子哈，都是心里的创痛啊。回想18年前房地产投资被卷款1亿5千万，辛酸未退散。富裕家庭落得底子没了还负债，蓝月准借钱卖羊肉炉，才1个月，合伙人撤资让他又栽跟头。从未进过厨房的他，决定拿起锅铲，向开客家餐厅的二哥学厨艺。我们的客家菜啊，说实在，客人进来吃哦，他说我们的真的都比较道地，我店名就把它改成客家菜，小炒50元起。道地的客家菜大受欢迎，蓝月准花了5年还清700万的债务，儿子心疼母亲，不再养尊处优。给我一台宾士车让我上学这样子，我会觉得那个都是过去的事情。一道曹虾饭需要手劲不断翻炒60次以上，现在都由谢伯勋负责。入伍时自愿当伙房兵，还要练厨艺，好帮忙母亲。很多地方我也是苦学啊，看着学长切菜，看着学长做菜，私底下就做笔记，不懂的地方再继续更深入的去问。苦茶油是自己找苦茶籽，请厂商压制，食材配料都要慎选。历经谷底翻身，母子都珍惜从客人身上得到的机会。偷工减料来讲，我们的路会越走越窄啊。跟托售后给食材啊，选用上好的食材，为品质把关，对，保证最后的品质。以客家菜为本，谢伯勋娶妻后也善用太太屏东娘家后壁湖的海产。积极的心态不止烹调出山珍海味，也让这家人不被打倒，改变困境。上课喽！干托送好嘅食材，保证最好嘅品质。干托送好嘅食材，保证最好嘅品质。谢谢宗仪老师。